胸，血压是好的，现在是好的，可以的，心率比较快，因为现在发烧。现在在发烧。对。他一直在发烧。现在一定要尽全力救助他。今天听到他又发烧，他说我心里好难受，因为他就是发烧，烧成这个樣子的。3月30號晚上，他就燒了一個晚上，我就把他推熱，然後第二天早上他就爬不起來了，他穿褲子穿不上了。我說老公，你怎麼好好的，怎麼會變成這樣呢？然後就進 ICU 診間上，別人發我的紅包我都沒接，我好全都不能用，出去打工3500塊錢一個月，卷3000塊錢我剩下379塊錢，我怎麼忍心休他們？我跟你們討希望講句話吧，我已經精疲力竭了，我也不想搞到其他醫院去了，就是我就把他交給你們了，我求你們了，我求你們了。阿姨不要，阿姨不要。